我自己認為咧都係合適啦，咁我亦都歡迎同埋支持嘅。咁今次嘅理據亦都好充足嘅。咁我一直都強調啦，其實垃圾收費唔係減廢嘅唯一手段，最緊要即係可能令到市民去培養成個習慣，透過宣傳啊、教育啊同埋配套，咁我哋見得到都有一定嘅成效嘅。更加重要咧就係市民其實都係支持呢個決定啦，因為我哋見得到政府喺多個調查裏面都顯示到有7至8成嘅受訪市民咧，其實認為而家係唔適合或者唔應該推行垃圾收費嘅，咁而9成嘅市民呢，亦都係願意主動去參與減費嘅，包括餐飲啊、物管啊同埋清潔嘅業界咧，咁佢哋都表明呢，如果要做垃圾徵費，喺人手不足同埋經營挑戰嘅情況之下呢，對於佢哋嚟講都係一定嘅困難，咁亦都會導致呢啲費用呢係要上升呢，可能都會加重業界同埋市民嘅負擔嘅。政府就話咧，又考慮到咧係推行各項嘅減廢回收工作嗰度咧，已經收到明顯嘅效果啊！咁你會點樣去睇咧？今屆政府啊喺減廢回收方面嘅工作咧？我自己都認為，即係過去即係做垃圾徵費嘅一啲嘅努力或者工作咧，其實都冇白費到嘅，因為透過當時推動呢個嘅即係行動嘅時候啦、政策嘅時候啦，做咗好多嘅宣傳教育嘅，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咧，市民喺個意識上面係提高咗好多嘅。咁我哋睇翻而家嗰個廢物量咧，其實已經越過咗頂峰，咁並且咧開始係穩步咁下降㗎啦。咁而且個回收率咧，亦都係同時咧明顯地咧係上升緊嘅。咁所以進一步證明咧，要做好即係嗰個減廢嘅時候咧，最緊要都係可能宣傳教育同埋個配套，令到個社會係提高意識同埋變成習慣咯。你頭先都提到啦，即係覺得咧都可以加強一啲相關嘅宣傳教育啊。除咗呢啲方面之外咧，你覺得有啲咩措施都係要加強力度嘅咧？我諗喺減廢回收嗰方面咧，咁即係可以做兩方面嘅工作啦。咁第一就係源頭減廢裏面咧，繼續喺個源頭去做啦。咁第二就喺個回收嗰度咧，係喺嗰啲轉廢為能，即係或者轉廢為財嗰度咧，係可以再加強工作嘅。咁第一就係源頭啦。咁我諗就係生產者責任制，其實都係可以再去推動多啲啦。咁而家生產者責任制嗰條框架已經做咗啦。咁接下嚟都會有一啲嘅產品會納入去做啦，例如膠樽啦，或者一啲嘅紙包飲品嘅容器等等啦。咁我都期望可以透過呢一啲嘅工作去揾埋生產者一齊去做埋回收咧，係可以加強一啲減廢回收嘅工作啦。咁另外就係可能有啲嘅產品，例如過度嘅包裝係咪要規管咧，都值得研究啦。轉廢為財嗰度方面咧，就係我哋見得到我哋一啲嘅回收設施嚟緊，政府都會係開始見得到一啲成果，例如喺環保園嘅一啲嘅大型嘅紙張嘅回收再造廠啦、電池嘅回收再造啦，呢一啲都係會可以幫助到整體嘅回收轉廢為財嘅。咁我哋其實覺得應該係要發展一啲綠色嘅產業，令到個回收更加有效率同埋有經濟價值。舉個例，我哋見得到我哋以往可能成日講嘅啲地溝油都好啦，咁原來其實而家係透過研發可以做一啲嘅生物柴油變成航空嘅燃料，好多人係搶住佢回收，呢一啲其實都係一啲綠色產業，喺個源頭又好，回收轉廢為財都好咧，加強去做一啲嘅工作咯。你認為下一屆政府喺邊一種情況之下咧，可以考慮實施垃圾收費咧？首先咧，我自己都再強調啦，垃圾徵費唔係即係減廢回收嘅唯一手段啦。我哋唔好假設一定要做，因為我哋睇翻我哋最重要就係我哋香港有一個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，咁佢裡面都設立咗好多目標啦，同埋究竟個方向啦。垃圾徵費只係一個手段嘅啫。如果我哋唔透過呢個手段嘅時候，都能夠做到我哋而家嘅目標，我哋見得到嗰個廢物量係減少咗啦，回收係上升咗。咁如果唔收費都做到呢個目標，點解要收費咧？咁所以我哋覺得政府應該係要繼續加強現有嘅工作，